你好，歡迎你嚟到澳門大學 UM Moodle 嘅主頁。喺呢個 UM Moodle 嘅主頁上邊呢，請你揀選 Production Side UM Moodle 2.5，然之後 Double Click。你會嚟到呢一個 UM Moodle 2.5嘅 Login Page。喺呢度你需要打入你嘅 Username 同埋 Password。你嘅 Username 呢，其實就係你澳門大學電郵裏邊嘅 @ 之前一連串字母。例如呢，你會見到喺我呢個電郵上邊呢，我係揀選咗 @ 之前嘅一連串字母咯。然之後呢，請你輸入你嘅 password。呢個 password 呢，係澳門大學 PCLand 裏邊嘅 password。然之後你撳 login 啦。嗱，喺呢一個 page 裏邊呢，當你 login 成功呢，澳門大學 UM Moodle 2.5咧就會帶你進入呢個叫做 My Courses List。喺呢一度咧，你會見到一連串嘅課程嘅名啦，而其中一個咧應該就係你所揀選進入同埋去準備去預備課程嘅資料噶啦。例如咧，我而家係揀選一個 FST KHV 2014 Work 001，呢個係我暫定嘅課程嘅名。當進入咗呢一個course site 係 UM Moodle 嘅 course site 嘅時候呢，請你唔好驚奇呢個 course site 上邊呢個名字呢並非係你剛才所選擇嘅名字，因為 ICT Office 嗰邊呢會同我哋呢係如準咁樣自設呢個名字出嚟㗎。但係呢，我哋隨時可以將佢變成翻我哋剛才所揀選課程嘅名。咁呢一個呢係方便嘅啫。嗱，你睇睇呢個課程嘅版面呢，多數呢佢都會用 weeks 星期嘅形式咧，就將我哋咧所想擺上去嘅資料咧，就劃分嘅。嗱，咁我哋其實咧係隨時可以轉變嘅。除咗星期嘅形式咧，我哋甚至可以用咧主要topic 嘅形式啦，科目嘅形式咁樣。嗱，咁呢個都唔係最重要㗎，因為最重要嘅咧係呢個簡短嘅 tutorial 裏邊咧，你係懂得點樣進入 UM Moodle 呢個 website， 同時咧亦都能夠咧開始可以建立你呢個咁樣嘅課程嘅編排同埋準備嘅。嗱，喺下一個 tutorial 裏邊咧，我哋會深入同大家分享係點樣可以開始預備你個課程嘅資料㗎。好，歡迎你觀看呢個 video。